一樹口腔是深圳市高端齒科服務行業領先品牌，是一家集口腔預防、治療、教學、康復於一體的現代化口腔醫療機構。一樹口腔自2008年創立至今已有17年歷程，扎根深圳本土，旗下有橫江門診部、龍崗大運門診部和羅湖門診部。新設立的羅湖門診部主要服務於深港兩地患者，位於羅湖口岸附近佳寧拿廣場5樓，位置便利，服務一流，技術精湛，為每一位香港同胞解決各種牙齒上的問題，迎接健康的口腔生活。一樹口腔在做好患者醫療保障的同時，亦不忘社會責任，充分配合政府醫療衛生部門的工作，起到了模範作用，榮獲政府及患者認可，是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合作定點單位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附屬第二醫院醫療聯合體單位，深圳市2年級小學生6齡齒免費窩溝封閉項目定點單位，廣東省民營牙科協會理事單位及彩虹工程項目醫師培訓基地，多次榮獲龍江歐民營醫療機構先進單位，患者可安心接受治療。一樹口腔已是眾多龍江人、黃江人的家庭牙醫，在醫療質量與服務管理不斷創新提升的持續發展下，一樹口腔將成為我們身邊人的終身家庭牙醫首選。